到達登山口啊！農莊入去喎，喂，好似好撚多嘢食喎呢度。呢個水，睇下水。餐廳一出嚟，直撚接開波喎。食完雞即刻爬山咁啊！要啊！爬完第一個比較斜嘅位啊，依家嚟到第二段爬升，都幾撚癲嘅喎。第二個波上到嚟，嗰啲係啲樹枝。哦，睇嚟繼續喎呢個位。Let's go，Let's go BG。第三個波上到嚟，上到嚟有個艇，跟住個標都正嘅，就係呢個長城。哦，好撚多人喎！啊！靚天啊！今日落完雨，天氣不錯呀。穿越一個熱帶雨林，進入呢個竹林區咯。咧就經過呢個商田，走入呢個另外一個山頭。準備要上呢段亂石陣啦〜